自己喺屋企整肉醬千層麵一樣咁好味，做法簡單到你唔信。我兩個仔話媽咪整嘅比出邊買嘅仲要好味。我呢度大概係3磅牛肉碎，將佢炒到變色之後，加入白胡椒粉、料酒、洋蔥粒、蒜蓉，將啲洋蔥粒同埋蒜蓉炒香佢，之後就加入蠔油、豉油、紅燒汁，仲有呢個紅椒粉，佢嘅作用係顏色好睇啲。將佢撈均勻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加入切好嘅西芹、番茄，將佢撈一撈先。之後就倒入2樽番茄醬，用番茄樽裝2樽水倒入去，攪一攪佢先。最後加埋啲迷迭香同埋片糖，冚蓋將佢煲滾。滾咗之後記得攪一攪個底，之後開中火煮佢45分鐘，中途就要攪一攪佢，唔係好容易會黐底。45分鐘大概就係咁嘅狀態，唔需要煮到太乾身。咁意粉嘅部分我哋就用呢個免煮嘅，佢上面有寫唔需要煮，仲寫住焗爐可以直接用，千祈冇買錯喎。咁我哋準備一個可以焗嘅玻璃碟，首先向個底嗰度加2殼肉醬，將佢鋪均勻。之後就加入呢個免煮嘅意粉，意粉之間要留啲空位，因為熟咗之後佢會發大。咁打橫呢條意粉長少少，我哋就將佢搣斷，咁樣就啱啱好。咁而家響意粉上面加啲肉醬，肉醬之後就響上面鋪一層芝士。咁之後就繼續意粉、肉醬、芝士咁鋪上去。我呢個碟最多只可以整5層，如果整高過碟嘅厚度嘅話，焗嘅時候就會漏出嚟，滴到周圍都係。最表面呢一層鋪肉醬嘅時候，盡量鋪均勻啲，咁焗出嚟就會更加靚仔啲啦。之後就用錫紙冚住佢，375度華氏度焗佢45分鐘。45分鐘之後，我哋將個錫紙打開，焗熟啲意粉會變大，所以意粉之間一定要留啲空位。最後就係響表面加上一層厚厚嘅芝士，我覺得上面呢層芝士係最好味嘅地方。如果唔中意食芝士，放少啲都冇所謂。之後將佢放入焗爐，用 boil 呢個功能，高火焗佢8到10分鐘。簡單又好味嘅肉醬千層麵整好啦。咁而家用刀界一界佢，最好就等佢凍咗先界。不過我仔話肚餓趕住食，咁就冇所謂啦，反正係自己食。中唔中意食啊？好味，好味。中意媽咪整㗎？It's the best. It's the best. Thank you 仔。